艺人吕良伟被某八卦杂志指曾与一名叫阿英的女子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姻，并育有2名分别20和18岁的女儿吕善莹和吕善婷。吕良伟太太杨晓娟在杂志出版当天，带同与吕良伟的亲生子吕善阳、吕良伟胞弟吕良国、姐姐以及实际上是吕良国与前妻张童心所生的女儿吕善莹和吕善婷和律师等一行8人举行記者招待會，為身在內地拍戲的呂良偉作出澄清。即係太離譜啦，係離譜到我相信呢個香港翻查新聞咧，呢單係最離譜咯，係未試過。你哋翻查下呢啲傳媒，如果我一單嘢係有離譜過呢單嘢咁離譜嘅，離譜得咁緊要。呢個細佬同阿國一模一樣樣，嗰個阿姐同阿女一模一樣樣，佢哋一家人嚟㗎嘛，呢啲細女同我一樣好唔出奇嘅喎，一啲都唔出奇嘅喎，係咪先？為了證明身家清白，呂良偉的弟弟更自曝家底，把被誤報是呂良偉前妻，實際上是自己前妻的阿英結婚時的合照都拿了出來。2位侄女更自揭隱私，把2人的出生證明毫無掩飾地在媒體面前展示。佢問我有冇睇過爹哋嘅戲，跟住我話有，因為我爹哋咧係拍過一個小角色嘅戲，所以我就話有。即係佢以前亦都係 TVB 嗰啲訓練班。我以前係亞洲電視嘅。亞洲電視嚇。咁啊曾經參與過啲小角色閒角咁啦，咁啊當時係做啲飛仔咁坐下欄杆，即係邊緣18咁樣啊，咁啊跟住佢又睇過重播嗰陣時，我哋睇過嚇，咁佢哋以為個女即係唔以為問我爹哋咁樣，所以就咁樣誤會。跟住佢就問我同爹哋嘅關係好唔好？咁我同我爹哋關係梗係好啦。咁點知原來佢嗰個爹哋咧就係呂良偉。咁我阿爸嚟㗎嘛，咁佢就好似扭曲晒成件事。咁雜誌出翻佢就話佢問我你同呂良偉嘅關係好唔好？跟住我話好。跟住佢話：咁呂良偉係咪你爹哋咧？跟住佢話我係，但係我冇講過咯，就係咁。即係佢有問過呂良係咪你爹哋？佢冇咁問過。係啊。佢冇咁問過。唔係，即係佢問我，佢問阿欣係咪你阿媽？我話係，但係雜誌出翻嚟就話呂良偉係咪你爹哋？咁其實從來冇。楊曉娟表示會跟律師進一步研究對雜誌法律行動，但首先會要求雜誌公開道歉。正在此時，年僅8歲的兒子卻站了起來，憤然離場。咩話？要啊，一定要啦。因為其實你睇我仔得幾歲，仲讀緊書，咁其實佢要面對啲同學啦，佢都係咯，係啊，佢係好唔高興㗎。佢知啊，佢識睇啦嘛，呢啲所有文章佢識睇㗎嘛，發生咩事佢知㗎嘛，係啊。咁佢覺得咁樣講佢爹哋佢好唔開心，頭先喊啊喺屋企，但係同佢爹哋講電話佢好嬲啊。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尊重下我哋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普通嘅家庭，咁你哋要俾啲空間我哋，啲細路仔要咁晒，咁我覺得阿女係一個公眾人物啫，但係我哋唔係啊嘛，我個仔唔係啊嘛，即係你要俾啲空間佢哋生活咯，同埋要尊重佢哋咯，要俾啲尊嚴佢哋咯，唔可以就話攬住少少嘢。同埋最衰一樣嘢就係話，以前有咩事咧，我覺得啲記者都會打嚟問我，小娟單嘢係咪咁㗎？即係有啲乜乜乜，即係佢會俾個機會我去解釋。而呢次係完全冇呢個機會，係冇人同我講過，有單咁嘅嘢就出咗街啦。佢亦都冇求證過，又冇問過阿女，亦都冇問過我，我覺得好誇張咯。你起碼你了解下。你求證下，佢仲話佢寫得仲離譜。第一我知，第二話揾個細佬嚟頂喎。哇！呢樣嘢係好不道德嘅嘢嚟㗎，點可以講得出嚟？所以點解我會第一時間開記者招待會？你哋識我咁多年，我同阿女結婚都10年，超過10年，同阿女10幾年，我係從來冇做過呢樣嘢㗎。你哋可以翻查，我冇為任何一件事去解釋過。我任何一個事去開過記者招待會，我冇㗎。但點解我要企出嚟講呢？我覺得事實太過分咯。搜狐娛樂播報，香港報道。